戏园子很大，小百花是其中的一朵奇葩，春去秋来，一晃近20载，百花怒放，艳艳，那是可爱的姑娘们；满头银发，慈祥和蔼，那是昔日的园丁们。他们为神秘而优美的东方越剧吐露芬芳。有人曾经说过，在往日的歌声里，能够听到岁月穿过流沙隐隐的声音。我们说，那是关于成长的记忆的点滴。20年前，一群充满青春朝气的年轻姑娘，聚集到了一个名叫浙江小百花的越剧传奇里。故事的开始是满台新秀的舞女拜寿，是毛维涛梅花独占的汉宫苑，是何英情词凄婉的双玉蝉。后来是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的大观园，是秋风飒飒的唐伯虎落地，是春色满园的红丝错。再后来是我们的爱情绝唱陆游与唐婉，是永远的西厢记。无限风光的背后，未必都是辉煌。一场关于舞台的人生大戏，在花儿们还没察觉的时候，早已经悄悄拉开了帷幕。也许我们曾经听说过，第一代的28朵小百花是从全省3000多名演员、60多个剧团中挑选出来的，却不知有多少人能够编出这份数据的真正含义。那么多足够独当一面，甚至在地方剧团已经是当良主演的优秀演员汇聚到了一起，而舞台就只有那么一个。那么写舞女拜寿这样子的戏讲戏就是有8代生代，小生、老生、花代、老代、同代演出这些人都有戏。那么这个叫做启蒙戏，就是培养小百花的启蒙戏。在10年以前，这个刚刚有戏的有没演出。从舞女拜寿开始，顾惜东就被所有人敬称为顾伯伯。在顾伯伯的手上，托起了小百花最初的艺术历程。很多年后，我们终于明白，
有顾基东这样的长者一路呵护成长，是一件太幸运的事。亲爱的顾伯伯，你来了。在20周年的庆典酒会上，新生代小百花在节目里感激他们的顾伯伯。这位浙江剧坛最优秀的剧作家，在80、90年代达到了他创作的巅峰，短短10几年间，为小百花奉献了无数饱含睿智和人情的美好故事。这期间，包含着一个长辈对自己的孩子深深的体恤与期许。他只是希望更多的优秀演员能够有上台的机会。范派小生方雪文在《红丝错》的第1场里曾经唱道：这种直上云霄的清新酣畅，要到多年以后我们才能听出，那是多么年轻而自豪的一份意气风发。金嗓子董珂碧，多年来一直被看作是粤剧界最好的女老生，而舞台上的何赛飞总是那么不温不火，恰如其分。她的演技经过数台大戏的磨砺，在一个名叫张艺谋的电影导演手上，爆发出让人惊叹的能量。影派小生毛维涛以一出《汉宫苑》在第2届梅花奖评选中名列榜首。这时候，他还在为荣誉的太早到来有着彷徨和犹疑，不会预想到自己将成为20世纪中国戏剧界重要的演员之一，更不会预想到多年后，为了探索粤剧的另一种可能，他会那样义无反顾地前行。路女她披着迎亲，九里上月上来迎，银子山里桃花路，追逐落里寒花残，七宝娘迎来穿过。怎么能够忘记何音？只是那些留在磁带里的声音，像新月般清明纯净的声音，就足以让人惊叹了。隔了多少岁月尘沙之后，再次邂逅，我们依然记得那些年少的感动，依然想要追寻，是什么让一个人的声音如此的清澈动人？何英说，这个声音源于他艺校的老师刘泽珍，他提出了一个叫做音声唱法的美妙构想。音声唱法是当时刘泽珍老师跟我在艺校的时候，因为傅老师一直有那么个心愿，说他一直在研究，就是说自己的这种唱法。那当时刘老师就把它归成一个音声唱法。确实傅派的东西，在用腔上或者在那个声区上面，它是比较接近于比较好听的这华强女高音的声音。然后把它归成是音声唱法呢，因为它的
声音都比较靠前，所以呢，就是说像那个一种很好听的一种鸟，清丽的，对，一种鸟，特别的一种鸟，它的声音就发出来特别好听。傅老师啊，你听的他是后期的东西，因为他前期你再去听他的琴探，其实那还有我们的唱腔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的声音本身有点不太一样。对。那么经过，我是觉得一个流派在它的创建期的时候，跟它中期的时候，跟后期的时候，它肯定因为生理跟那个声音的变化它会不一样，这是一。第二个，到我们这一代，它已经是差不多半个世纪的事情。那你不能在半个世纪的时候，你还去回到那个时代的那个演唱的方法，对不对？所以呢，尤其是我们后期的时候都已经进录音棚了。所以我的演唱方法，最早期的时候我也是学傅老师，我也追求着非常像的。我首先要让观众承认我是傅派，然后我突然在录音棚录音的时候，我有一天唱，我觉得这样唱法，我自己都觉得那天正好在太平洋，它的设备也好，我觉得怎么那么好听，连我自己都觉得这种唱法很好听。所以我后来在舞台上的演出，我也慢慢开始改良，因为现在的话筒条件都很好，不需要你直着嗓子一直唱出来。而且我那个时候正好去看胡小平的歌剧，突然他有个声音就是一直是非常非常空的在后面的那个时候，我在那天在舞台上演出，我觉得这个声音正好是我想要的。所以我回来以后在那个钢琴室里面练声的时候，我一直在练这个声音，后来就出现就是说最后的时候，它有个高音慢慢上去以后，再回落下来，一个很轻声很轻声，就像一条丝带一样的掉的那个时候，这个唱法就这么演变过来。10几年后，英声唱法影响了整个浙江越剧界。有人说它轻巧流利，使越剧花旦的声音终于甜美起来；也有人说它太像唱歌，使越剧失掉了很多流派韵味。但无论如何，这是独属于小百花自己的声音。浙江越剧一直在努力着，寻找独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不同于传统越剧，他们要打造一个诗化唯美的全新舞台，以他们的青春年华，以他们的天赋灵秀，以所有站在他们身后的编创人员的全部艺术才华。也许我们更应该记得，是一大批处于创造力最旺盛的中年又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最大发挥的主创人员。他们遇上了小百花，一群刚刚在艺术院校经过严格培训、满怀艺术激情的青年演员，一起造就了那个多年来让我们心醉神迷的瑰丽舞台。我们所深深记取的那些美丽传说，我们所深深迷恋的那些诗化情境，从来就不仅仅是演员的作品，而是所有主创人员的艺术结晶。他说如果看完之后，我把都有个诗基本上出来，
而且从这个中间感悟出找到了一个陆游的一个象征的发挥，就是梅花。所以我第一次突破了一个传统戏曲的一个特性的一个东西，就是传统戏曲小生好像全部都是藏是下午是什么的中间色，我就把一些老生用的一种色彩印在小生身上去了，包括那个藏男子降黄之功，而且把一个花卉的形色印在每一件身上，而是这个花卉的造型在印在处理。没想到这一处理把陆游这个人物却到了好处的给他很到位的表现出来。怎么样能把这个很亮丽的这么一批青春靓丽的青年演员，能够给他们一个新的演剧的面貌，一种风貌呢？是那个时候的团部跟我们这批创作人员，就是有一句口号，要诗化越剧。那么这个以后，这个工作呢，大都开始是从《论语》《唐婉》这个剧目开始。在以前，大观园的排练、唐伯虎落地的排练，已经有一些就是有些想法，但是没有太系统的去做一些创作上没有太系统的达到一些比较系统完整的一个作品。到《陆游与唐婉》的时候，就比较正式，就是在主创班子里面就提出怎么诗化越剧，这个越剧风格。如果小百花越剧团能够在诗化方面做出成绩的话，那可能就是越剧的另一个层面，就是从非常平民化的或者是礼俗的，能够走到就是文化定位上能够有所提升，那么这个演剧的风貌上能够青春浪漫，能够更显出它的青春美跟艺术美。那么这个所以《陆游与唐婉》从文本胡伯伯的文学本文本到整个从1部到2部，整个呈现是比较空灵的，比较诗意的，因为它本身它也具备这么一个陆游，他本身是个词人，对吧？所以用了这种风格就比较鲜明的出来了。到第2个就到《西厢记》的时候，就大家追求的这个目标哈，思维更清晰了。通过《陆游与唐婉》的实践以后，到《西厢记》就更加自觉。导演杨晓青是小百花诗化唯美风格的最终集成者。90年代初，由他执导的《西厢记》将小百花的诗化和唯美推到了巅峰。1993年，《西厢记》获得戏剧界人士视为中国戏曲界最高专家奖的戏曲学会奖，主演毛微涛也因此再获梅花。那一年，他刚过30，早已经成为了舞台的中心。毛微涛，这个20出头就曾独占梅花榜首的舞台传奇，在强大的主创班底的烘托下，终于达到了现代越剧一个新的表演高度。在我们眼里，更让人刻骨铭心的是那些以舞台的颜色来定名的岁月。曾经有一个叫做叶子的网友，在他的美丽越剧网站上回忆当年是怎样的被毛微涛打动。在那个名叫《陆游与唐婉》的凄美故事里，与唐婉分别3年的陆游穿着一袭藏青色的袍子重新回到沈园，他的怅惘使很多人爱上越剧，爱上了毛微涛。叶子说那是一个藏青色的时代，而我们则说那是一个用艺术的美丽来为记忆着色的纯真年代。爱陆游与唐婉那个藏青色的时代，爱西厢记那个宝蓝色的时代，爱陆游的忧郁与深情，爱张生的浪漫与唯美。
术是一个出窍的灵魂，让所有的人无比亲近，也是所有人一直不能割舍的。不论岁月长短，哪怕隔着万水千山，也要把它紧紧拥抱。就是演戏，就是觉得你仔细回想起来就这么点好，因为你一个人活一生只能活你自己，那你在舞台上可以活很多种的人生。就像我们哪怕就算是演古装戏的啦，你也有丫鬟，也有小姐，也有夫人，然后还有好人坏人，可以体验很多不同的人生，就在很短暂的那么一点时间，舞台时间里面，比如就2个多小时的演出里面，你就可以体验一个人的一生，或者一段最精彩的瞬间这样。对越剧的情节啊，就是始终是割舍不掉，就是这种，就是小孩子依恋父母的这种感觉是非常依恋。因为我从小10几岁就开始练功，一直就是到我成年，就我最好的青春年华，我全部是在越剧艺术、表演艺术这么一个形式下度过的。就是说，所以就说你让我割舍掉，这是不可能；你要叫我忘越剧也不可能。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他能够说戏把我说到我能够感动的现场，我能够哭出来，这是我最大的感受。对，所以我觉得我那天跟导演讲，只要我把这个表演的方法，我能够改变我原有的一些东西的话，我觉得我这次回来怎么样我都值了。优秀陆派传人夏赛丽，在《舞女拜寿》里是只有2句台词的小佳人，后来成为小百花新一代主演的严佳和黄一群，在进团之初总是女主角们的可爱小丫头。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能够认出影视明星陶慧敏在电影《舞女拜寿》中的2个特写？就是这仅有的2个特写，人们发现了陶慧敏别具江南风韵的灵秀美。她从此踏入了影视界，后来因为主演杨乃武小白菜儿、《红楼梦》而声名鹊起。而更多的小百花则在这个最优秀的集体默默地等待。这样的故事也许很多演员都不陌生。往后就更加和睦了。妹妹真名是哪2个字？在意。表字呢？不字。我送妹妹一个妙字，叫平平好了。对我来说，我小时候的愿望还不是做戏啊，不是当演员啊。我第一个愿望是想当个女兵啊，我觉得很神气的。还有第2个愿望，因为我比较喜欢那个文学嘛，从小比较爱看书，我就想当个女记者这样，哎，但是这个命运大概冥冥中有安排吧。然后让我走上了这个唱越剧的这条道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音乐老师带着我去考那个剧团的时候，可能在数千人吧里头，我算是出类拔萃的，所以那个时候非得要进剧团了。学校来说也对爷爷做我工作叫我别去，对我比较寄予比较大的希望，感觉我是一个文科的苗子啊。然后家里面也是因为有一种老的思想，总觉得剧团里好像不是最有序啊什么，总不是也不放心让我去啊。但是我那时候跟我爸妈急啊，就绝食3天，我非得去了啊，因为那时候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场面，那么多人考试，我居然能考第1呀，我的自我感觉就不一样了，开始膨胀了。然后我非得去，那就这样就走上了越剧的道路吧。命运有时候就像是一场不够负责的海浪，它把你随手抛上一个滩头，你要用所有的努力才能慢慢爬向那个自己想去的地方。吕派花旦陈辉玲曾经在小百花里跑了整整7年的龙套。在8、9年之前有一段时间，肯定是情绪上有特别低迷的有一段时间，觉得自己好像老是处在这样一种
怎么说呢？就是有落差。哎，对。所以情绪稳定的，曾经一度好像我现在想起来也什么想改行啊，什么到处算命啊，算命啊，他们觉得算命还说你怎么好改行，说不适应搞这一行，好像也说起过，所以情绪上也不是很稳定。正好这个要排魏唐文，但这个戏本身就是个改本子啊，就是他反复来去特别长时间，所以本来呢是定的是我，然后我们又后来改编，所以情绪上一直就不是很好。最终大概是杨晓清老师啊，他们一批老的就是前辈，他们觉得比较还信任我的，觉得我身上也许有这个潜力，可以就是说挖掘或者，但也很多人就是很担心，就是说他能演唐婉吗？就是说肯定会这样，很多人会这么想。反正就在那种情绪下，然后他们有人也这么支持我，就是这个就是这么上这个角色。从艺校一毕业以后呢，就马上到小百花，就是没有放假了。本来不是还有2个月的可以休息时间吗？因为当时团里正好要去那个香港演出，然后呢陶慧敏去拍那个电影去了，正好那个大观园嘛在排这个戏，里面有晴雯的一个角色。然后呢，当时就马上就顶了上去了啊！这是我到小百花的第一个角色。20年过去了，当年的小丫头们变成了剧团的主演，而今守候等待的，轮到新生代的小百花们。有谁能够留意得到，94年前后入团的那批新生代小百花，也已经入团10年了。我作为新生代的演员，我更加希望以后的路，以后的日子吧，在小百花的新老朋友们更加关心我们小百花团。杜丽娘曾经在《牡丹亭》里哀伤地感叹说：“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似水一样流走的，会不会还有我们曾经的义气与梦想？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经历这样的长大？是不是每一轮人世的转换都会让我们如此的百感交集？”当何英和方雪文远走美国，当何赛飞驰骋在影视圈里，当毛维涛也不再为我们讲述那些纯情唯美的故事，蓦然回首，这风雨历程，我们竟然已经走过了整整20年。回望那曾经怒放的青春，回望那逐渐沧桑的心事，回望那些黄金般的岁月，我们终于可以明白，流逝也意味着成长。题：西厢记中老夫人的扮演者是谁 ？A. 董珂娣 B. 红英。第二题：西厢记的导演是谁 ？A. 杨晓清 B. 胡梦桥。来信请寄北京市复兴路11号中央电视台戏曲音乐部戏曲采风文化周刊栏目组收。我们将从每期来信中抽取3位幸运观众，奖品为毛维涛签名海报1张和本栏目的 DVD 1张。